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阿俊 channel。今日我哋一齊拍片。OK， 好嗱，咁一嚟到咧，就終於都冇嗰個嘅天氣啦。OK， 好，咁我哋一齊睇一睇下嗰次我攞到好多隻勁嘢啊！好，包括呢一個，OK， 包括呢一隻。同埋呢一隻 ，OK 好，咁咧我就用普通話講一次。好了，那歡迎來到阿俊 channel。今天我們來到了偷着一顆腦紅，那呢，我就獲了兩隻非常強大的哦。好了，那首先呢，就是12月14號呢，就會有九尾狐抽獎。嗱，我哋喺12月14號就會有九尾狐抽獎。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抽啦，咁希望大家可以抽獎。OK， 咁我廢話唔多講。那今次的抽獎活動呢，就是這隻鹿的鯊魚，每秒賺 6.6M， 不錯，就是這不是太難了，這個太簡單。我們就會抽獎 Hotspot， 這個希望大家呢就抽獎一下吧。每秒賺 7.5M， 很不錯的啦。好了，那首先呢不止這一隻，我們有兩隻抽獎，就是這隻每秒賺 7.6M 的，這兩隻呢就說有你的名字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我們就有這個機器，然後我呢就用合成了這個出來，非常美。好了，就這樣。好了，那記得大家呢 OK 好，今日咧我同大家講咧就係我哋咧嘅抽獎啦，就係呢一隻嘅，唔係我哋嘅抽獎咧就會抽獎嗰隻呢一隻同埋呢隻啦，每嘢就 7.6M 同埋 7.5M 嘅 Hotspot。咁咧如果你想抽獎嘅話咧，就俾個名啦、姓名啦、Roblox 嘅電郵啦，同埋話阿俊主頻，我要一個Hotspot，或定係一個蟑螂請求抽獎咁樣，咁就得啦。順便咧，如果大家咧可以同我一齊去偷嘢啦，咁我都會好開心嘅。OK， 好，咁我睇大家睇一睇我呢個先，好勁啊 ！OK， 我記得12月14號抽獎，記得12月14號記得抽獎。我們呢就會在這個星期日的晚上做抽獎，然後呢，這誰呢？我可以介紹。好了，那呢我呢知道一下啦，我現在呢就抽獎吧。抽獎呢就是有九尾狐還是沒九尾狐？好了，那我就開始吧。那個九尾狐真多。好了，那最後呢，我再大家提醒你們，不要進入公共伺服器，唔好加入公共伺服器，因為佢會偷你，因為他會偷你的東西。所以呢，我們呢就要這樣。好，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，如果喜歡的話給 like and subscribe。就用這個呢，謝謝 HINHINABC666，還有 HINHINKKDY 送了我這一支，我真的非常喜歡，謝謝他。好了，那就這個結尾吧。好啦，這次影片就到這裡，如果喜歡的話給 like and subscribe，加訂閱，喜歡加訂閱，喜歡每一個訂閱同每一個訂閱和喜歡都會讓我非常開心，都會讓我好開心。多謝大家訂閱我哋依家嘅 channel， 已經有8個訂閱者啦。如果10個嘅話，我哋就會做抽獎。咁抽獎咧就會抽獎 Hotspot。
多謝大家收睇。OK， 冇錯，佢已經入咗嚟啦，多謝佢送俾我啊，多謝晒，係啦。OK， 好，今日嘅影片已經到呢度啦，拜拜大家。因為你同佢去啊嘛。哦，幾點鐘啊？佢送兩個阿媽同埋你。